开始。时间是分分秒秒的宝贵，人生无常一直出，领导来相依，自成中道，莲花菩提开。苦海是人生，吃苦是生意，放下是随遇而安的道理。做人本分心无畏，真心对天也无欺，欢喜自在，受苦嘛无怨气。手思顺天心合意味，自你自强气，真假嘛是用理。要用手思一点心无体，心爱笑笑，随缘心欢喜。是人生，吃苦是生意，放下是随遇而安的道理。做人本分心无畏，真心对天也无欺，欢喜自